大家有冇試過焦慮難以平復，或者有啲情緒好難用言語表達出嚟呢？相信你都有聽過呼吸法，今日教大家一個新嘅呼吸法——畫之呼吸。歡迎嚟到 Be a Kid Every Day for 15 Minutes Part 20。方法好簡單，唔需要技巧，只需要紙同埋筆，只要跟住你呼吸嘅頻率畫成波浪形，手跟住呼吸上下咁走，盡量放慢呼吸，吸氣，呼氣。亦都可以試下用水彩畫波浪形，可以用隻手感受下畫紙嘅濕度。不知冇物嘅時候，可以順勢 hold 住個呼吸，返到畫紙上嘅時候繼續吸氣或者呼氣。呼氣嘅時候，想象自己嘅思緒被吐出嚟，安靜咁樣享受下當下。聽講練習呼吸法之後，除咗心境平靜，仲會變得非常強大。唔知係咪真嘅呢？希望大家收藏同埋分享俾有用嘅朋友。follow 我，留意更多穩定情緒嘅方法啦。